古早有一个神秘的神殿，内底有足珍贵的宝藏。听讲有一位智慧之神伫咧遐镇守，足侪人拢无法度通过伊的考验，空手而回。到底这个非常了不起的人，何时才会出现呢？通宵的囡仔兄囡仔姊，来，就是这个所在。今日咱要来提宝藏，你台语好无？啊，你伫厝内教咧讲台语？啊，等者每一下好花表，喊咱讲较大声哦。石门神来啊！守护宝藏是我石门神，要开智慧，爱找智慧之神。探险队长，囡仔兄、囡仔姊，大家好！请问一下，囡仔兄、囡仔姊，你伫学校有做过啥物职务？我有做过体育股长，体育股长哦。我有做过副班长，哇，我有做过图书长，我有做过班长。哦，大家呢，拢伫即个学校内底哦，有做即个真好的职务，相信大家一定是一个真好的学生，对不对？对。台语讲到真面当，对不对？对。那呢，今马就提出你的精神，业都开力，大声讲出你的队名。我是通宵困袂起，出发。我你的功力。好，小朋友来，你敢知影是啥？智慧之神，智慧之神。啊，毋过你感觉智慧之神即摆是安怎？别困去啊！无你甲伊叫起，好无？现神，我要甲你的宝藏摕走哦。啥物搞我？你讲你啥物通宵哪？困袂起。我是通宵就爱困，就爱我真正爱困啊！我安尼甲你问一下哦，啥物时阵就是爸爸妈妈温准恁，通啊毋免遮早困？礼拜的时阵，哦，礼拜的时咱阵，较困。放假的时阵，啊，恁伫迄个时阵通啊较晚困，恁拢伫做啥代志？看电视，看电视。看电视哦。恁敢有看过阮的节目？有啊，敢有看？好看。好看，多谢多谢。多谢，感谢。安尼咱讲煞，通宵困袂去，啊，恁通常拢几点困差不多10点。 ？10点哦。10点11点。哎哟，会人10点你11点你较晚，较早困较有面，好不？好了，莫搁讲啊，咱今麦来进行第一关，有信心无？好，来准备接触，现在噶。叫阮的名，咱的大天神上爱食鱼仔，所以这关就是新鱼仔的挑战。伫规定的时间内，恁的队长会甲鱼仔下落来。若伸到一尾鱼，就有一摆作答的机会。看到对偌济，会变做恁的金箍箍哦。各位探险队员，啊，你平常时啊敢有身体无爽快，还是破病的经验？敢有？先由你先分享一下。脑痛。哪好听？哦，就亲像感冒是毋是？嘿，啊，有先敢有啥物？我有骨折过，就是我走的然后就跋倒啊，跋倒？然后就安尼。伫咧学走的哦，对走伤紧。哦，几节的？发烧你发烧到几度？ 39，你若是要预防这个破病，要安怎去做较好？你感肺觉？癌爱挂好。啊对，喙炎挂好，真好洗手，啊酒精爱喷者。好，安尼大家拢真了解。第一关要来甲恁考验哦，加油，尽量表现。现在噶，好，较大声的哦。醒起来，有哦，细菌，水哦，细菌，喂，感染。感染对，香港卡，哎，香港卡，香港卡，哎呦，过敏，真好哦，大家真好哦，过敏哦，好，失望，谢蒙，水，哎呦，评看卖啊一个，好，唔知，别紧，你甲你甲，好来，好，阿姐啊，一题，
哎，不会出来。哦，水，酷酷手，真好。这拢甲感冒有淡薄仔关系事哦。喙齿疼，对啦，算啦，算喙齿疼，手气、喙齿疼吼。空喙，对，空喙，咱就无倒倒空喙啊。请鬼疼药单，赞，讲了非常的标准。哎，隔离，哦，这疫情之下非常流行的两个字，隔离。感冒哇，真好，毛，o 就是 o 的音，毛。哎，水哦。拍长手骨颠倒用，哎，是毋着你本人啊？嘿，拍长手骨颠倒用，你讲着家己的题目哦，镜头对。哎，疫苗，嘿，疫苗。哎呦，金锁，哎呦，真牛 S， 佫是 O， 就是 O， 手，溜皮，加油，哎，尖骨差一丝丝啊音，加老筋，哇，那这强啊，卡老紧，插片，再拼嘿，他们有那个来，嘛无题目啊，咱来看卖到底有着几题？这个题目是啥？中药，对，中药，这就厉害啊！优心，这就是你本人的这句话。拍长手骨颠倒用，其实就你讲人做代志，你可能第一届失败，啊，毋过你已经学到经验啊。你后一届搁去做的时阵，会哪做哪好，总有一届一定会成功，对不对？拍长手骨颠倒用，继续加油。头先这个事我听无介清楚，你搁使念一下我听无？姜骨，嘿，尖骨，无毋对，头先是讲对的，只是头先听无介清楚，所以咱来看卖啊，恁到底得到几题？拢总得到19题，会当摕到一个金箍箍。我19题介厉害，差一题就拢对啊呢，真正非常了不起。随来进行第二关，准备接招，现来甲。总讲一句，两个人将动物赶转去因的厝，另外两位按题目做句。你们早赶伊起来进前，讲到几题，就会当摕到相对应的金箍箍。探险队员，恁的骹手要较猛哦。我有听讲，季节平常时爱听一寡歌曲。你拢听啥个歌较济？蔡长宪，啊，就好讲的啦。哦，我真系已经足感动，足感动。哦，伊平常时爱听歌曲，啊，声优是毋是爱读个着速读？我甲你请问一下哦，速读甲歌曲之间有啥物关系？会当伫写速度的时阵听歌曲。你这是做句，我讲因有啥物关系？哦，啥物关系？哪有关系？我唔知咧。就是无关系。所以重点就是要互恁做句，你竟然搞我破梗。好啦，为伫咱即款就是爱做句，就交恁的。好，我去想看卖安怎讲。啊，毋过你嘛真重要哦，爱甲动物赶袂去哦。好，加油，请一位。另外哦，同小来的朋友，困袂去还是真够困，紧来甲。我较大来的，会较大的才陪他们哦。加油者！哦，飞上远啊啦！过来过来。有啊，来。看到玫瑰，我的目巴就动起来啊！好，对，好。徛落头，回来甲 A B 去，A B 去。头较细，较细。走啦，莫来我遮啦。轻起啦。有。来，讲话。嘴暗搁洗手。疫情足严重的，所以阮爱做好嘴暗，搁爱洗手。对。高啊！会用下来哦。哦，要搞啊！较轻啊！过头。较紧嘞！好啦，加油！较紧哩。加油哦！你咪互你食饲料吼。等下带你去散步。哇！再来加！
拢无。较轻的，较优秀的，较优秀的。这无好的咯。这只上无乖啊！这只无乖的哦。下较合适吼。好来甲，一个细就好起哩吼。好去。困难。有啊，有时。我伫厝内底有时咧困，有时咧看册。水。咱做伙来复习一下。第一题，玫瑰甲木牌，这真正无好讲。但毋过伊头先讲了袂歹，因为你有当时看到玫瑰的时阵，你目牌会动。伊讲，哎呦，足水诶！你要送我？那会遮奇怪？是不是这种感觉？唔敢是吧？无，你这就是变态。我是。第二个，喙暗甲洗手。咱平常时爱定定洗手，出门的时阵嘛爱挂喙红。对，真好。敢讲？你感觉敢讲，佮通安怎做句？看感觉有？敢敢讲？讲一题对伊来讲，遮尔困难是无？好，安尼在有啦，有过关。来，有时安怎？有时安怎？你有时大雨，有时散。啊，佮有一句话是有时星光，有时月光。这就是你讲哦，咱人生的这条路起落落，伊有当时较顺，有当时无顺，对吧？咱念一个，有时星光，有时星光，有时月光。有时月光。即摆来看卖，恁钓到4题，真厉害，会当摕到一个金箍箍。上尾关，吼，准备好，好，来哦，优先来介绍。准备接招，迎来卡。选你无毋对，即关要来看影片，内底会有题目，白色色甲红旗旗会讲出因家己的答案，恁着爱判断，选看谁才是对的。若是选唔对，恁就会失去2位队员；若是选了对，就会当摕到金箍箍。哎，咱遮的囡仔兄囡仔姊，恁敢有参与过什物社团？惊奇的。行棋哦，厉害厉害。声优你敢有？闽南语的字音字形，迄个演讲吗？用写的。所以你写咱的台文已经算介贤写就对，真好，摕过的。我是国语的演讲。哦，你国语演讲哦，啊，毋过你台语嘛讲了真好呢。我们看一下吧，我毋捌看过。各位老师，各位同学，大家好。哎，真的呢。哎，你看，伊用丹田出声，啊，迄声哨足亮的有无？较直接的。进前是代表学校去参加闽南语的演讲。是题目上抽的。嘿，伊是抽到图，爱家己去想题目。哦，安尼哦，你著看到这张图，你爱讲一出故事出来就对啊。你拢非常的厉害。啊，即摆要介绍这个团队哦，伊真厉害哦，伊代表咱台湾去世界各国比赛，而且拢是公赢倒转来。啊，因的精神，因的运动精神，团队的精神到底是啥？咱做伙来看卖。迎来。大家好，我是台湾世界走拍拍探险新手行走卡，非常勇敢的王一家。今仔日要来探讨坚持这件代志。讲到坚持，就互我想到一项运动，就是 Q 大扫。讲到 Q 大扫咧，就有足有名的一个女中，就是经理女中。我即摆已经有甲教练约好啊，咱即摆就赶紧去找伊练习吧。教练你好，我是甲。我即摆看到这个遐尔大的机，还阁遐尔悬，这是啥物啊？这是阮扭大扫的机器，一般的查某囡仔会当扭偌重啊140公斤？140公斤，你感觉我会当扭偌重？90公斤就足厉害的。90公斤就差不多啊，是不是？啊，替阮紧来去练习一下。哦，加油！你的脚可会当去脚头前的。扭好啲，安尼，后头行去头前。好，我想要问一个问题，就是其实全台湾有足侪间学校拢咧练这个 Q 大扫，毋过为虾米经理女中是上高的？因为阮训练的时间足侪，平常时是透早6点起床，6点半开始练习，练到要8点，啊暗时下午5点练到9点。安尼你感觉伫个 Q 大扫的时阵有啥物精神？因为这是一个团队的运动，所以大家拢爱做共心，每一个人拢足重要。咧比赛的时阵，
才会当摕到冠军。拄则恁讲你的练习时间遐尼啊长，你若是足辛苦的。我拄则伫遐练一点仔尔，我的手就感觉有淡薄仔碰拍。小朋友，你敢知影，若是手碰拍的时阵，要安怎来处理咧？你看因的练习是非常的辛苦哦。啊，到底碰拍的时阵爱安怎处理才好咧？红记记白写写。摕到礼物真欢喜，大家继续讲台语。碰拍呢，上简单就是啥物代志拢莫做，因为呢碰拍内底有水分，啊，这个水分哦，这个身体会吸收，啊，吸收了后过一阵啊，这个皮哦，家己就会落落来，新的皮就会生出来，安尼大家知影无？哦，听起来敢有道理了。红记记安怎讲？看我红记记讲台语上欢喜。我甲恁讲啊，若是碰拍吼，就一定爱甲伊创好破。啊，你若无甲创好破吼，你互伊家己破去的话吼，啊伊就会安怎？你敢知？迄个细菌吼，就会甲伊感染着，安尼知影无？到底咱平常时啊，若真正拄到这种状况，恁感觉是啥物拢莫做，还是爱甲拄好破？咸油你感觉安怎做？啥物拢莫做，是安怎？你感觉啥物拢莫做？就是以前我中早就是碰拍，你是安怎碰拍？写字啊，我写字写到碰拍。叶成，你敢有碰拍经验？你敢要你要算啥？我嘛是感觉是白写写。白写写。哎呦。啊，你感觉谁讲的较有道理？毋过我感觉红记记较有道理。是安怎？是红记记较有道理？倒位？因为我看人碰拍的时阵，伊拢用针甲伊拄好破。迄个你感觉？白写写。即马3票对1票。尊重者。啊，你要尊重伊的意思无？好。安尼。所以你选的是白写写。敢安尼？所以你选的是白写写。敢安尼？啥物代志拢莫管，你着互伊人体豆豆去吸收。你若是迄个碰拍伤大个，你若无细粒破去，第一个时间着去找医生。啊，无就是迄针若是有细菌拄破。对啊，你若是真正拄落，你细菌拄到伫迄针顶管，你一个拄落就感染着啊。所以若是万不离破去，咱就找医生就好。对啊。安尼有了解无？哦。安尼随来看后一题。接落来，我就要来体验 Q 大蛇的比赛啊！不过伫个体验进前，我想要来请教一下 Q 大蛇有啥物无共款的规矩。Q 大蛇比赛拢是8人对8人，看对一边会当将中间的记号先溜去伊迄边的4公尺，伊就赢。不过，敢有啥物袂当做的动作？犯规的？有，头一个是手袂当摸着骹，手袂当摸着骹，嘿，袂当安尼，爱伫个身躯边啊。哦。第二个是咧溜的时阵，尻川袂当坐着涂骹。哦，尻川坐着涂骹嘛就犯规啊。好，安尼我了解啊，我即马就要来体验 Q 大蛇比赛。我即马是到即马搁咧喘，你看我手拢足红的，啊我的大腿即马嘛搁咧酸。我拄仔看恁咧捡迄个大蛇的时阵啊，你是毋是拢有足侪工处的？哇，你看哦，这真正拢有长茧呢，遐尔啊辛苦，啊想要放弃的时阵，你是安怎会想要继续坚持落来？因为我的同学因拢搁伫遮，阮袂当放伊伫遮，我家己走。真正是听起来足感动的，这就是团队的精神。啊，你咧？艰苦的所在就是因为这个运动，就是每一个人拢爱加深家己迄个比赛活动，所以阮就爱一直食，拢一直食到吐啊！我的物件搁从胃我的鼻仔内底出来，
迄个时阵我真正就无爽快。因为高中其实是一个足爱水的年岁，我家己想讲有感觉淡薄仔无爽快。不过小朋友，你敢知影，若是你食伤重的时阵，要安怎来处理呢？啊，若是食到伤长的时阵，到底要安怎？咱听看觅红姐姐白雪雪安怎讲？食伤长足简单的，爱啉这个绿茶，就是青茶啦。因为这啉茶吼会当帮助消化，啊对咱的胃吼就袂堵堵。安尼你知影无？啊，红姐姐，伊讲敢对啊？唔对唔对，我的答案吼是啉果子草，因为呢啉这个果子草，你若食伤长袂消化的时阵，啉落去吼，果子草会来刺激咱的胃酸，啊来帮助消化，安尼知影无？有咧酸胃酸醋，敢若嘛是有听人讲刺激哦。咱认为囡仔这恁感觉咧？红记记，是安怎是红记？是捌有种经验吗？还是上课有学到。有读到啊？哦，啉醋助消化。有啥我即摆咱第一轮的投票，先看卖啊，恁到底要选啥？是红记记讲的，红记红记记讲的。因为啉茶会甲你的迄个胃酸变较正。变较水。谁有咧？好，红记记，红记记，啊，我先来投票者，恁感觉是红记记请野手，果子草，手放落来。所以恁选的是红记记。敢安呢？神就是厉害，其实头先已经讲到啊啦，就是因为咱的胃酸嘛，你若一当你甲你做消化的时阵，啊，你既然啉水也是啉茶，你迄个胃酸就变正啊，就变较歹消化。所以迄个时阵通啊啉一寡醋，长的时阵莫去啉茶啉水，安尼了解无？了解。好，隆重调2茶，会当摕到一个金箍箍。真厉害，通宵来朋友，3个金箍箍，3个摕宝藏的机会，摕到未？心来甲。等下的3届的机会，敢有选好要选到啥？选好啊！选好啊！第一位是啥啊？哪里？哪里啊？是安那是哪里？就一种感觉。对，是种感觉，嘿啦，有当时啊靠感觉就好啊，爱手放。我讲请试落哦。好，第一个金箍箍哪里？敢有机会咧？请试落。哇，水掉啊！满奖！哇！那这个好啦。第一个金箍箍就容易啊。对啊。对啊，这个的礼物是啥？风车。风车。唔免斗地地的风车有六种模样。来个组合就对啊。对。哎呦，你搁咧演技，应该是袂歹，应该是介好耍，我感觉。伊有个小朋友哦，有讲到，讲啊，这组厉害，真正是非常了不起。欢喜讲大喜。